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消防署的前署长黄贵敏，因为贪污一审被重判18年，这个判官司判到打9年了。今仔日高等法院召开着审理庭，伊讲伊是清白的。黄贵敏伫做消防署长的任内，有9件救人器材的采购案，防指控讲收钱收2000多万。 也阁有这个救灾卫生系统、甲指挥车整合平台的标案，甲厂商摕1200多万。虽然检调搜索的同时，黄贵敏已经来示职，但是检调伫伊的厝，甲伊当时咧做台塑副总经理的办公室，抄着价值3000万的金仔条。一审是重判着黄贵敏18年，拍官司拍到打已经9年。今仔日高等法院召开着审理庭。 黄贵敏亲身出庭为家己来辩护，伊讲伊是清白的。好，来继续要来。